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3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地方財政。這個地方財政實際上跟一個公司小一點跟一個家庭都非常相似，就是有收入有支出。當你收入小如支出的時候，你這個家庭日子就難過了。當你的收入小如支出，然後你家裡還沒有存款，沒有餘糧，那立馬就斷炊，對吧？就陷入危機破產。公司是這樣，實際上地方政府也是這樣。《紅樓夢》裡面王熙鳳說大有大的難處，對吧？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王熙鳳遇到賈府的財政危機的時候，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值錢的東西拿出去當，就是賣家產。後来，对吧？放高利貸被這個抄家了，对吧？那抄家最主要一個罪名就是放高利貸。今天財經網刊登一篇報道，叫地方求解財政長期緊平衡。這個緊平衡什麼意思呢？那就是對吧？收入和支出不行了，要平衡。這個平衡呢就比較緊吧，就這意思緊平衡，对吧？說的比較文雅一點，讓人難以理解。實際上就是財政收入下降，收入在下降，支出還在漲，怎麼弄呢？地方求解，那就是說這地方解決不了，对吧？要解這個難題很難。他這文章說地方財政呈現修復勢頭，但收支矛盾仍然突出。我給翻譯一下就是地方好像這個收入上了一些了，但是收支的矛盾還是很突出多省份積極盤活資產以增加財力，那就是王熙鳳把賈府裡面那些不需要的暫時用不上的東西拿出去賣了當了，甚至把那個賈母那些对吧首飾跟那個賈璉良合謀是吧，搞出一部分去賣。一個邏輯一個意思聚焦防範基層三保和地方債風險。地方債有什麼風險我記得2024年化債10萬億，怎麼2年了地方債還有風險呢？這不正印證了咱們以前說的对吧？這地方債是越化越多。我們看看這個財經週刊它是怎麼說的他說近期全國31個省份陸續公布了2025年度政府賬本，各省份預算報告顯示，除了山西等4個資源型省份2025年財政收入同比下降，其餘省份均比上年增加，這是好事就4個資源型的，說白了就是煤炭的那些大省，因為煤炭的價格下跌他們財政收入差了，但是其他的省份財政收入是漲的，這是好事有17個省份財政收入增速集中在2%到5.7%，西藏、吉林、新疆增速高達2位數，那就說明它以前基數太小整體來看，地方財政收入仍保持增長2.4%，增速比上年略有加快。你看這看上去還是好事好消息但實際上不是對2026年財政收入預期目標區域間出現一定分化，18個省份調低了2026年財政收入預期增速，占比過半，就是一半的省份26年這個財政收入調低了這增速3個省份預計收入規模基本與上年持平，另有10個省份上調了收入預期增速。有10個省份說我比25年這個收入也增長得快。總體看，多數省份預計財政收入繼續低位增長，有23個省份將預期增速設在2%到4%之間。那總之比 GDP 是不是要小GDP 好歹4.5吧。地方政府普遍提及財政緊平衡將持續，部分省份認為收支矛盾更加突出。也就是說咱們牛馬韭菜老覺得自己日子不好過，对吧？壓力大，收入在下降。你看看各個地方政府也是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重慶市預算報告表示，財政運行面臨更長周期、更大難度的緊平衡。多省份表示，傳統稅源支柱行業增收較為困難，房地產市場尚未止跌回穩，拖累土地出讓收入和相關稅收，都是財政運行的挑戰因素。標普評級近期發布一份報告認為，地方政府一些重要收入來源正在復蘇，反映了地方政府為提高稅費收入而採取的積極措施。隨着經濟調整措施取得成效，通縮壓力減小，經濟民意增長的驅動因素擴大，財政收入復蘇勢頭有望進一步鞏固，但還需要時間。說的比較委婉遠水解不了近渴。隨着稅收修復，非稅收入在2025年有所回落。從披露
錄非稅收入明細的省份看，不少地區非稅收入增長主要來自盤活國有資產資源形成的收入啊，就是王熙鳳啊賈府的這個瓶瓶罐罐。多省份將三資改革寫入預算報告中，提出2026年要推進資產清查和確職確權，加大資產盤活力度。也就是王熙鳳啊指使這個平兒，對吧，鴛鴦這些人趕緊啊看看各房裡面還有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那個倉庫裡面啊還有沒有一些值錢的擺設，就這意思啊。我記得這個王夫人呢，為了給賈母過生日賀禮嘛，她都没錢啊，王熙凤给她出了個主意，把那個閣樓上面那個什麼漆器啊、锡器，那些什麼鼎啊，那些平常用不上，只有重大儀式的時候才用，那些東西稀有金屬嘛，对吧？小金屬拿去當個300兩銀子給賈母賀壽。哎，這個反映到地方政府就是加大資產盤活力度，哎，找一找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賣的。哎，個別省份還提出了具體的盤活金額目標，比如重慶提出2026年資產盤活2000億，這個就相當於王夫人呢提出了啊，你給我找300兩銀子的東西出來，我要去當。基層三保和地方債仍是財政防風險的重點領域，為了保障三保支出，多省份採取了單列支出清單、提及審查預算、專戶管理等切實舉措。三保啊，就是保支出啊，保運轉，保民生吧，保基層政府的運轉，別到時候基層政府工資發不出來，沒法運轉了。隨着化債進入後半程，隱性債務化解的壓力減輕，地方政府將更多重點放在壓減融資平台，並且加強法定債務的管理。一些省份建立起專項債償付備付金制度，確保到期債務還本付息。這個財經網說啊，地方財政修復的背後，它是從狹義口徑財政收入即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看，地方財政在2025年繼續修復，只有陝西、青海、內蒙古、山西4個省份財政收入同比下降，主要因為稅源以能源資源行業為主，受價格下行影響較大。這4個地方主要是煤炭什麼的，那煤炭價格一便宜，地方財政收入就少了。內蒙古預算報告指出，2025年全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005億元，同比下降 4.6%， 受經濟下行壓力影響，煤炭等大宗工業品價格持續低位運行，相關行業稅收減收較多。陝西和青海2025年財政收入，一個是3289億元，一個是355億元，同比分別下降 3.1% 和 4.2%。預算報告均稱 PPI 下降拉低以現價計算的財政收入。2025年財政收入結構有所變化。根據財政部數據2025年全國稅收收入比上年增長 0.8%， 而非稅收入下降 11.3%， 拖累總體財政收入同比下降 1.7%。據財政部解釋，這主要是2024年一次性安排中央單位上繳專項收益抬高基數。據財新統計已披露相關數據的17個省份中，稅收收入增速低於和高於財政總體收入的省份分別有9個和8個，幾乎各占一半。非稅收入下降，這個大家也能理解吧？就是說你賣賈府的東西，那不是越賣越少嗎？還能越賣越多嗎？就這個邏輯啊，那是變賣家產，那是賣一樣少一樣。非稅收入裡面，一個是賣資產，還有一個就是罰款。罰款這玩意兒又影響這個營商環境，對吧？影響團結和諧也不太好。什麼遠洋捕撈啊，对吧？大家都容易引起輿論的關注，所以這玩意兒也不能搞得太狠。所以說非稅收入下降，這大家就能理解了啊。在稅收為主的一般公共預算之外，地方財力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即土地出讓收入，納入政府性基金預算管理，近年來降勢未改。據財新統計它公布的相關數據的25個省份中，有17個省份2025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其中陝西、江蘇11個省份降幅達2位數。不過前述標普評級報告認為，由於土地出讓收入及房地產相關稅收在地方政府收入中所占比例持續下降，對地方政府收入復甦的影響正在觸底。據其估算2025年土地出讓收入及房地產相關稅收占經調整的地方財政收入總收入的 13%， 顯著低於2020年的 36%。 在分析2026年財政收支形勢時，各省份普遍強調緊平衡將進一步延續，有省份認為收支矛盾或加劇。你說讓王熙鳳理這個家，理這個賈府多難吧？別看它風光收支矛盾加劇小斗進大斗出最後是賣房子賣田賣地賣家產。後來才有這個探春薛寶釵李纨，對吧？賈府的改革開放，包產到戶，
叫探春李家嘛。河南省預算報告表示，財政運行的挑戰因素包括本省能源、化工等傳統支柱產業稅基稅源增長乏力，新興產業稅源尚未形成體量優勢，難以彌補傳統產業減收缺口。房地產市場處於調整期，全省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房地產相關稅收收入恢復增長壓力較大，非稅收入主要受國有資源、資產處置收入等較快帶動，增長空間非常有限。支出方面主要是支持重大戰略部署以及教育、社保、醫療等基本民生政策提示、提標等硬性增支政策較多，債務利息支出快速增長，編外人員、城市運維費用等易增難減。這不就大有大的難處嗎？哪一項開支都少不了。所以這個王熙鳳經常跟那個平兒兩人算賬，是吧？說這個誰谁誰要結婚要準備多少錢，不能少了，对吧？這個林黛玉結婚，大家是老祖母有錢補貼，算賬這個今年誰誰誰要過生日，錢不能少，花費一算哪一項都不能減，但是收入呢卻在往下掉，一年比一年收成差。多省份普遍指出，支出端的挑戰主要是基層的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运轉。你說連這玩意都還要保，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要保，你想想是什麼個情況？政府債務還本付息兩大剛性支出，河南、吉林、新疆等還提到城市運維費用等支出壓力，加大盤活資產力度。這是財經網說的啊。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不少省份非稅收入保持增長，主要來自盘活處置資產產生的收入。例如，陕西省全年非税收入871億元，同比增長11.6%，其中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是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收入規模達349億元，增長54%。但是這些難以持續啊，你26年這麼幹就不行了。這個王熙鳳最懂啊，這主要來自礦業權的出讓、資產處置，其次規模較大的有專項收入和行政事業性收入，收費均超100億元，罚沒收入则為89億元。由於部分市區涉案罰沒收入較上年減少，同比下降12.4%。你看看啊，一個是賣家產的收入，一個是罰沒收入，你这两個你能年年增長嗎？那叫飲鸩止渴，對吧？賣無可賣。所以說有的地方把那個泥巴賣出黃金的價格，你就知道是為啥了。天津、湖北、四川、重慶、吉林2025年非稅收入增長，主要受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帶動，罰沒收入則同比下降或持平。湖南、湖北等地提出三資三化，就是國有資源資產化、國有資產證券化、国有資金槓桿化。2024年4季度引發市場關注，咱們節目也介紹了啊，就是三資三化呀。財新盤點各省份年度預算發現，多省份2025年均已啟動國有三資清查盤活，相應形成財力從數百億到上千億元不等。2026年將繼續加大盤活國有資產力度，其中重慶明確提出2026年資產盤活2000億元的預期目標。這就是王熙鳳跟賈璉兩人合謀，對吧？再跟那個賈母的這個辦公室主任鴛鴦合謀，對吧？把這個賈府的這些瓶瓶罐罐之前的東西盤查一遍，對吧？今年要賣多少？這就是三資清查盤活。而且這個王熙鳳啊和賈璉圍繞這一目標指示啊，要加快打通挖掘清理、確職確權、盤活利用等環節堵點卡點，就是哪個房，對吧？哪個姨太太不同意的，那要做工作啊，就是卡點堵點啊，充分挖掘園區、開發區、存量基礎設施等重點資產盤活潛力，對吧？就把那些還有哪個山莊、農莊的地，對吧？能賣的趕緊賣啊！還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加強盤活資產與城市更新、產業升級、債務化解等深度融合。所以賈璉他就感慨啊，他如果再能來一筆200萬兩銀子就好了。這個有很多人就說啊，這是賈璉把這個林黛玉家的這個家產給眯了，意外之財。重慶市預算報告披露，2025年已經運用金融工具和市場化手段，挖掘房屋、土地、股權、債權等資產潛力，形成75個回收資金5億元以上的重大項目，加快資產變現，全市盤活資產3843億元，其中引入央企、民企等外部資源，盤活1549億元，回收資金1984億元，64%用於化債、三保等支出。此外，加大清查力度，推行行政事業、國企、金融、自然資源等資產4账合一，全量統管，
常態更新資產總賬，做好挖掘清理，確職確權，持續壯大資源資產規模。這個江蘇省啊也報告說，2025年在全省開展全口徑國有資產清查利用工作，積極探索運用出租出售、集中運營、注入國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和資產支持證券化等方式，深入挖潛盤活資產，共清查資產49萬億元，取得收益1150億元。國有資產管理制度體系加快構建，2026年要繼續加大資產盤活力度，健全國有資產體系叫監管制度，深化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國有企業資產及自然資源統籌盤活。這個文章特別提到說吉林省通過盤活資產增加財力的特徵最為典型。2025年吉林財政收入同比增長 13.3%， 增速位列全國第二，其中稅收收入增長 4.3%， 占財政收入比重僅為 52.7%。在公布數據的23個省份中最低，非稅收入最高增 25.4%。該省預算報告分析稱，財政收入增速較高，一方面是本省經濟質量提升，三產稅收貢獻增強，另一方面是組織各地開展資產大起底，推動資產資源盤活收入增加。我給翻譯一下也就是吉林這邊為什麼財政收入同比增長 13% 呢？在全國排第二，是因為他賣東西賣大發了，賣一不小心是吧，賣過境了，就這意思。這個吉林省2025年實施提升資產資源管理質效3年攻堅行動，開展資產資源清查工作，資產資源總體規模增長 3.8 萬億元，就是把家底一搜一查，我靠，還有3.8万億的東西呢，那就夠賣了是吧？就這意思慢慢賣累計盤活閒置資產資源1109億元。吉林省還擴大了全省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報範圍，從省本級長春市、吉林市擴大到全省各市縣，同時市县加大企業資產盤活力度和國有資本收益管理，增加一次性收入較多，帶動2025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同比翻4倍至98億元，充实了可用財力。天津2025年通過挖掘房產、土地、股權、債權等資產價值，建立行政事業單位，盤活存量資源、資產獎懲機制，形成政府財力381億元，也就是全國各省都在這麼做，把全省的家底摸一摸，就像那個《紅樓夢》裡面王熙鳳對吧，把各房還有什麼寶貝摸一摸，登記造冊，準備拿出去當。湖南2025年通過用、售、租、融分類施策，全省盤活三資收入956億元。遼寧表示建立國有三資清查盤活長效機制，全省實施盤活三資收入472億元，機制逐步顯效，可為財政收入提供有益的補充。這個財新網說防範三保和地方債風險，也就是底線要做到三保：保民生、保工資、什麼保運轉，地方債風險，地方債不能暴雷，这2條紅線。它這個三保2020年提出來，是應對新冠疫情爆發過程中保基本民生被置入首位。當前地方合理精細的確定三保支出範疇，還採取專戶封閉運行、提級審批預算、單列支出清單等多種管理措施。什麼意思？打個比方給你這個村長是吧，支出還有工資一年多少錢，那這個都是專項賬戶，這個錢是特批誰也不能動，因為很多錢一到地方就被挪用嘛，對吧？就是地方人也是8個缸4個蓋子，他的所有的資金挪來挪去的本來是用來給那個付工程款的，人家挪用先去付利息去了，本來付利息的他挪用一下又去付这個工資去了，這肯定要挪用地方都這麼幹所以但是為了害怕這個保最低基層的工資的這個錢被挪用，所以說就專戶打着這個賬戶只能發工資，就這意思就說明就地方的這個財政緊張到什麼程度。什麼叫緊平衡？提級審批什麼意思本來是給村幹部發工資，鎮裡說了算，現在鎮裡說了不算了，到縣裡面对吧？你这個你想多發少發什麼預算都是縣裡決定，本來由县裡決定的提及到市裡面決定，本來市裡面決定的提及到省裡面決定，就這個意思。涉及到工資基本公務員基本工資的時候都是這種搞法，而且這些賬目要單列單支。吉林省預算報告表示，2025年對市縣三保資金實行專賬管理、封閉運行、省級調撥資金和市級歸集資金，實行預算提級1年2審，完善三保2張清單。大家還記得這個
王熙鳳經常拖欠啊这個賈府大觀園那些工資嘛，也經常這個襲人對吧，找這個平兒要工資啊，問他為什麼這個月錢還沒發，那就是王熙鳳把這個錢本來是專項資金對吧，專賬管理的，他給挪用了吧，明白了吧？所以這個基層人員工資發不出來，所以下面這些丫鬟啊各房都有意見的，所以這個地方政府人家对吧，人家開始啊也就防止這個出現王熙鳳這個搞法。2026年要健全完善三保專賬運行機制，將編外人員育兒補貼、外債還本付息等支出納入專賬管理，也就是說這些不能踩的紅線對吧，必須要支出的要用專門賬戶，誰也不能動，要提及管理，進一步強化專賬資金籌集，夯實資金來源。在兜住基層三保底線的基礎上，吉林省還劃出三保加範圍，即增加一般債券還本付息、專項債券還本付息，也就是說它納入這個紅線範圍內的更多了。按政策核定的編外人員工資、喪葬費、撫恤金、坐實當年退休和調轉人員職業年金、學前、中職、高中生經費以及外債還本付息等剛性支出，防範相關領域的風險。因為這些債券、外債這些一旦你違約，那你這個很多人說那這違約就違約吧，有什麼關係啊？你錯了啊！如果地方政府的債，如果它是公開發行的債啊，還有外債，如果違約的話，那你後面就發不了債了，对吧？你這融資能力就沒了，那就更麻煩了，借新還舊都還不了了。所以這些東西是剛性的，不能違約。西藏表示，2025年率先在全國實現全覆蓋提級審查縣級三保預算，全區未出現一起風險事件，為全國三保風險控制最好省份。河南省介紹啊，2025年嚴格實施縣級月度三保支出標識管理，也就是在財政部統一的預算管理一體化系統裡，對項目和預算指標標識三保標識，縣級修改刪除標識需經省市兩級財政部門審核。各地每月三保支出額度完成前，除應急救災之外的其他資金一律不予安排支出。也就是說，你這個月啊，如果這個紅線，也就是這個比如說基層的工資沒發，應該付的債券的利息沒付，那麼在這些沒有完之前，其他的錢暫停不要付，就優先付這些。說來說去就是把這個三保啊優先級排在第一。地方政府總是啊這個僧多粥少，狼多肉少啊。对2026年的化債工作，陕西表示啊，加快融資平台市場化轉型，力爭實現存量隱性債務清零。甘肅表示，推動融資平台加快退出，支持有條件的市縣提前實現隱性債務清零。內蒙古提出積極推進存量債務清零，加快推動全區融資平台清零。江西推動剩餘融資平台全部退出，這表明相關地區有望在2026年提前完成部分化債任務。重慶稱啊，支持融資平台改革轉型，要優化應急周轉資金管理，聚焦短期流動性風險，精準投放，規範管理。江蘇提出加快存量隱性債務化解，探索融資平台隱性債務托管路徑，有力有序有效推進融資平台出清。這就是財新網啊，它關於地方財政長期緊平衡，各個地方各個省政府對吧，各個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從財新網的報道來看啊，就說明地方政府日子難過，無論是三保專項賬戶對吧，三保的提级管理，你想已經嚴重到什麼程度了？如果对吧錢多的是，他没必要提级管理。一个县里的預算，三保資金的支出需要市和省兩級審批，這個反映的不是說管理的這種叫從嚴，而是確實缺錢了，沒辦法，是一種無奈。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吧？三保資金再加上各個地方什麼非稅收入還在增長，什麼三資三化，加強清查，對吧？地方的這些國有資產，這恰恰說明啊，就是缺錢。紅樓夢裡面啊，賈府最後的走向是吧？榮國府、寧國府賣家產賣到最後呢，最終是家破人亡。從這個紅樓夢這個賈府的情況來看啊，他失去了造血能力，對吧？他收入很低，但是他的開支是無限的擴大，窮奢極欲，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缺錢就賣地，地一賣是不是收入就下降？再加上這個他管理不上，各種貪污浪費啊，這些莊頭們對吧？田產上面做手腳，收入是在下降的，然後他就得賣地，賣地這個收入更下降，更要賣地，最後地是沒得賣了，那就開始賣家裡的這些之前的瓶瓶罐罐沒得賣了，主意打到賈母頭上。賈府的重大工程
就給大觀園搞綠化，是不是就200兩銀子啊？200兩銀子實際上花費只有50兩不到，是吧？這個賈雲吧，好像是拿50兩去買點種子，買點樹，剩下的錢都糜了，對吧？搞一幫小和尚、小道士啊、小尼姑，那是賈勤負責吧，对吧？賈勤立馬領了300兩銀子，還多少两銀子？也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啊，這個賈府窮奢極欲啊，這種花費你不控制，然後你只是賣東西，那最終肯定是越來越敗落啊，最後是家破人亡。這個王熙鳳啊，瘋狂的斂財，對吧？把大家的工資啊，他搞了個資金池，大觀園，賈府那些丫鬟、那些姨娘的這個工資、月例錢被他截留了，然後去外面放高利貸，然後周轉，有的時候周轉的不好，那就是拖欠工資。實際上從賈府的這個兴衰啊，也能看出啊，這些措施有沒有用，对吧？你要找到根本原因在哪？根本的原因，如果根本原因找不到，对吧？你就賣東西搞家產，对吧？什麼保這個工資，保丫鬟的工資有啥用啊？最終是入不敷出，窟窿是越來越大。總之啊，從財經網的報道來看，地方政府叫長期緊平衡，也就是地方政府的日子會長期的不好過，基層的公務員工資長期需要保。在這種情況下，韭菜你還想過好日子，对吧？你還想輕鬆，這就比較難了。當王熙鳳的日子都不好過的時候，你還指望着各房的那些小丫鬟們日子好過嗎？你還能指望那個外面那些小厮們，对吧？車夫、轿夫、跑腿的日子好過嗎？連大丫鬟們、辦公室主任、袭人、鸳鸯、平兒這些人日子都不好過的時候，你還指望着那個後廚那些小丫鬟、那老媽子們、老嬷嬷們，对吧？初始丫鬟，你還指望他們日子好過嗎？所以说啊，還是要找到根本原因。根本原因，《紅樓夢》裡實際上是有答案的。如果找不到根本原因啊，或者找到根本原因視而不見，鴕鳥政策假裝看不見，或者是不讓說不讓找，那結局就像寧王二府一樣，寧榮二府啊。所以有的時候啊，讀一點《紅樓夢》啊，讀一點歷史名著啊，還是有點用的。幾百年來啊，一直如此。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這麼多，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